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这个南投县全民杯民俗体育的竞赛，伫草屯的虎山国小来举办，有21间的各中国小来参加。比赛的项目有这个骑高轮车甲丘陵啊。另外，南投县议员简树成做主委做8年要卸任了，会中特别颁发着牌匾，感谢这议员对民俗体育的付出。全民杯民俗体育比赛，国举办主委的高接。这摆比赛有260个选手参加，分做风雷甲高轮车，用无同款的项目，考验学生的技巧甲团队合作的精神。各位选手拢尽全力参加，无论成绩好还是歹，享受民俗体育的趣味，快乐进行交流。就平常心，然后绕了190下，然后我觉得练这个很有趣。我这次觉得很高兴，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享受比赛切磋的感觉。南投县伫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，好这个民俗体育伫各项比赛拢有真好的成绩。县政府为这个选手的打拼甲付出，表达上大的肯定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